他救了几个，那几个再继续去救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戏里的话，就这样子推广出来。好，这是他讲他里面出的一个干净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刘长会跟他说，不要生气啊，我们人啊，不要管对方是谁的错哈，你只要生气了，那就是你的错了。好，我们不管别人这个，只要我们生气了，那我们就错了。好，我们生气就是我们错了。所以哈，刚刚就是生气发怒呢，伤口看过，那要做出来看哦。那心性怎么来？哦，心性就是恨人啊，恨人会伤心啊。那心性啊，就写这些哈，心忙、心跳、心慌、心热、夜晚失眠啊，做关东咳嗽、吐血、癫狂、失语这些症状，最严重的就是精神病。好，这两个心病啊，心到最后最严重就是精神病。好，那这个恨人的这个气会存在我们的血里面。所以血跟关系到心啊，所以在血里面它排出来的味道是苦的，是苦的了来讲心病啊恨啊我们说恨啊，后面有一个他例子啊他说他讲第一个心脏病的人第一个也是住在黑龙江那这一个人来找他的时候在楼上就问他说你到底是什么病啊？他说我冠心病冠心病，他说我严重的时候一天会休克9次，很严重最严重一天休克9次然后这个刘大人听他是听的问题他就说你怎么会得这个病上？我不知道我如果知道了我还会来找你吗？我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冠心病结果他就跟他讲说心病就是因为你去恨人，你恨人你才会有这个心脏的问题你是不是有恨谁？你最恨的是谁他说对，我就恨2个人。有一次我发生一件很急难的事情我要找这2个人帮忙，我钱都准备好了，我钱都去送给他们了，请他们帮忙，结果他们都没有帮我的忙，所以我恨他们，我恨他们没有帮我做好。那刘太太就讲你为什么要恨他们呢？是你拿钱去请他们帮忙是你拿钱去请他们帮忙，是你主动去请人家帮忙的不是人家有义务要帮你的你去请人家帮忙，那人家又不一定，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帮你做得好的是不是？所以你请人家帮忙，是你能够确定他请就能够做得好吗？不一定所以是你主动去请人家的，你钱你主动去送给人家的，成不成？你不能怪他们所以你为什么要恨他们？所以他想了老半天，他觉得对我好像应该恨他们他真的就这么想说对，那我恨他们不对了，我恨他们是我的不对了所以他就真的是我的不对，承认自己的不对了。这个时候他就从口袋把他的那个助教救心丸把它丢到垃圾桶去了。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把药给丢了？他说医生开给我这些药，我吃了都没有用你讲了这几句话，我现在的心不会这么的。不会跳动那么快我的心现在是很平稳的，很舒畅的。这个药没有用就把它丢了，结果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刘太说这是他讲第一个心脏病，而且是好的最快的一个，马上就好了，不再犯所以恨，我们心中有恨心，容易得心的病然后再来就是对恨也不管是你要放下原谅然后再来就是肺病，肺病怎么来？是恼人，什么是恼人？嫉妒，有没有讲嫉妒嫉妒就是属于恼人那肺病呢就会有这些症状气喘、咳嗽、吐血、肺虚、肺炎、肺结核、皮肤病。重点子女不孝双亲，还有老人忧愁儿女，
最容易得肺病。所以不孝顺的很容易得肺病。然后你对你的子女都很不放心、很悠久的，你也很容易得肺病那这些恼人的这些气，会存在我们的皮肤里面所以会嫉妒的、会忧愁、会烦恼的皮肤就不好所以气会存在皮肤里面，它排出来的味道是辣的，好，那再来就是我给他再举一个例子他讲一个他说他之前在讲道，就是在讲伦理道德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就不听还在心里还在闹他说你讲这些都是瞎扯你讲这个东西我不信你给我钱我就信，你不给我钱我就不信你讲的道理有的人就说我讲这些都从来不收钱的，我哪有钱可以给你你不信就算了结果这个人到最后他得了肺癌，他得了肺癌他得了肺癌，结果他就请他的老婆女儿去找刘善良，他说你们一定要把他请来，请过来，你跪着也要把他跪了，他来看我才会好，他如果不来看我一定死了。就他请我就真的跑去找刘善良请刘善良去帮他爸爸看一看刘善良就说不行太晚了他说不行我爸爸说你一定要来但是你太晚了你也要去结果他就真的把他跪了，他女儿就真的在刘善良面前跪了，他跪不起了，结果刘善良没办法只好去他们家，结果那个他已经肝癌很严重躺在床上要起来也要人家扶，要躺下去也要人家扶。刘善良说你怎么了？我肝癌。他说那你现在信我了？我信了我信了。可是你肝癌癌症我怎么可能把你讲好？我可以的，你一定可以把我讲好的，你可以把我治好的。好，那我问你如果能够回答的出来，我就可以把你讲好，如果回答不出来，我就没办法。就他就问了说你在你爷爷面前当孙子，你在你爸爸面前当儿子，现在你在爷爷面前当孙子，在爸爸面前当儿子，然后在你儿子面前当爸爸，在你孙子，你现在又当爷爷了，请问你在这4个角色里面，这4个角色你怎么当的？就在问他，如果他回答不出来，刘善良做了2个小时，这个人都没有回话，都想不出来，所以我要走了。你走了我就死了，没办法因为你回答不出来，你没救了，他就走了。结果他家的人说为什么他没救了？刘善良就跟他讲因为他不是讲他已经是笑到有亏，所以他家人就说所有的人都没错，他就是亏笑到，但是他不敢讲，他讲不出来就是他没有反省，他没有办法去忏悔，所以他讲不出来。但他家人所有人都知道他就亏笑到，为什么？因为他妈妈在他小时候改嫁，然后他就很气他妈妈为什么要改嫁，所以呢他妈妈改嫁的时候，他也不跟他妈妈去，不跟他妈妈过去。后来他妈妈生病了，他也不去看他妈妈，连他妈妈走了最后面他都没有去看他妈妈。后来他生病了，他儿子也不看他儿子住离他不过很远，可是也不来看他，连他生病要晚都不来，他儿子经过他家门口也不进去看他，所以就叫因果。你不孝双亲，你的子女就不会孝顺你，这是很正常的，对这个相对就真的死了。对刚开始他没有理解，因为他没有办法认错，他没有办法认错，所以他就医不好，所以这个是肺病所以肺病就是嫉妒子女所以我们这个老人家现在很多老人就是脚会没力，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就是脚使不上力不是真的，是老人他很容易喘就是跳动现就很少就是因为这种老人他就是会忧愁小孩，他就是把他给小孩所以肺跟气好像现在讲脾胃脾胃病怎么来的？就是怨你会怨人。
怨人的话就会伤脾了哈，那导致这些症状了哈，那会存在肉疾，所以有些人呢哈，有些人他说啊我怎么全身都痛，全身都痛，到处都痛，然后骨头痛、肉痛、全身都痛，这种就是脾胃不好，哦，就是怨人然后就是有怨气啊。好，那这里呢，后写的时间没有很多，就不多了哈。再举一个哈，他当初啊，就是也是有讲过一个胃癌的，好，这个人的胃癌是最严重的就是胃癌嘛，哈，这已经是最末期了哈。那这一个人啊，哈，他就去找刘在人的，给他讲病啊，他说你胃癌我没办法治啊，他说你讲哈，你可以把我讲好，他说好，你的胃出问题，那你就是怨，那你到底有怨谁？你怨谁啊？哈，那这个人就跟他说哈，哟，我怨我爸爸。他为什么怨他爸爸？因为我爸爸他会娶一个我不喜欢的老婆，他嫌他老婆傻的啦，结果他爸爸就帮他娶这个老婆，他不喜欢，所以我只要看到我老婆我就气我爸爸，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我只要看到他就想到我爸爸，他为什么要娶这个老婆给我？所以他就怨他爸爸，就怨哈。那所以呢，刘太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哈，你为什么要怨你爸爸？好，说你啊，如果说你的病好了哈，你就不能怨你的爸爸，你就要认错是你的错。后来这个人呢，就硬着头皮哦，他就硬着头皮讲说，好，那我的错了，好，那我承认是我的错。那刘太太跟他讲说，你不只要怨哈，你不只要认对你爸爸的怨哈，你还要把你所做的一些坏事哈都要认错。所以他就真的认错了哈，认错当场就开始讲他的一些不对哈，讲到最后，后来他就好了哦，他的病真的就好了。后来呢，他再排出来的东西就排出来的东西都很像肉丝啊，有点像肉丝的东西，吐出来的就是排出来的，都是很像肉丝的这些东西。那后来呢，他在那边几天之后病好了。然后他回去那个刘太太跟他说，你的病还没有好完全哦，你记得哦，你千万不能够动心哦，你不可以再动心，然后动心你的病就